家己早环保杯除了会当省5块，即马环境部也来要求连锁的餐厅甲超商的业者嘛爱响应来做伙用环保杯。环保团体绿色和平是讲，台湾一当是用40亿个免洗的饮料杯，若准讲会当全部拢来换做环保的杯啊，对咱的环境有正大的帮助。 比较一届性饮料杯使用循环杯会当重复使用，互认为较环保。环保团体绿色和平收集台北、东京、香港、釜山等亚洲城市循环杯使用现况，甲伊甲一届性饮料杯进行4名周期评估，结果发现，当年使用18.7万次循环杯台北，属于轻度使用，有源会当减少碳排放、水资源浪费，佮 PM2.5形成。若讲全台湾年使用40亿个一届性饮料杯全部改成循环杯，环境效益明显。我们可以省下34.4万桶的石油消耗，减少225座奥运游泳池水资源的消耗，也可以减少24万辆机车行走1年所造成的碳排放。绿色和平指出，建置循环杯系统当然嘛，阁会当做规模化的改善，包括伫物流运送、改用电动运区，佮清洗使用环境友善的清洁剂。 提升用水用电效率等等，拢会当降低环境冲击。清洗业者表示，确实伫这方面是正大的功夫。我们把这个水资源算是利用到非常的淋漓尽致。在刚开始的浸泡，我们会加入自动的一个回水一个装置，所以说它可以减少这些洗剂跟这些水 的一些使用。绿色和平表示，使用循环杯对环境有正面效益的研究结果，伫亚洲的4个城市是同款的。嘛强调一届性塑胶杯伫生产的阶段对环境冲击大，使用了后等调解进行分析、掩埋或者是回收，对环境拢是负担。所以上好的解方就是为源头减量。记者林俊伟、王兴中台北报道。